L3 自動駕駛首批獲批，開車係唔係可以放手？大家好，今次又講自動駕駛。華為 ADS 4.0已經鋪開，2025年12月，工信部正式批出首批 L3 准入長安深藍 SL3 同極狐 Alpha S6，成為中國第一批可以合法喺公路上面行 L3 嘅量產車。好多人第一個反應，終於可以放手揸車啦。但我越嚟越覺得，好多人對 L3 嘅理解可能由一開始就已經錯咗。L3 獲批唔等於你可以放手喎。L3 嘅定義係有條件嘅自動駕駛，重點唔係自動駕駛，而係有條件。系統喺設計嘅運行條件下可以全權接管駕駛，但一旦超出條件，天氣突變、路況複雜，佢會叫你接管。你必須喺幾秒內接管，接管唔到出事嘅話，責任係你嘅。真正嘅風險喺要接管同冇接管之間。而家業界討論嘅責任框架，大概係系統正常運行時出事，車廠負責；系統發出接管請求，你冇接管而出事，你負責。聽落好清楚啊！但問題係系統提示之後俾你幾秒，3秒定10秒，呢幾秒內你反應唔切，算唔算應該接管但係冇接管？呢個灰色地帶先至係 L3 真正嘅風險。車廠話我哋提示咗，你話我嚟唔切反應。交警睇行車數據判定流程，而家冇統一標準。呢套責任框架仲停留喺討論層面，未落實到白紙黑字嘅法規。華為 ADS 4.0解決咗乜嘢？華為 ADS 4.0最大賣點係無圖 NCA， 即係唔使靠高精地圖，全國都開到。之前好多自駕系統離開高精地圖就廢咗，華為確實解決咗開唔開到嘅問題。但開到同敢放手係兩回事。無圖 NCA 解決覆蓋範圍問題，唔係責任邊界問題。你喺北京5環用得好地地，突然遇到修路段，系統認到啊，叫你接管你嚟唔嚟得切。消費者真正要計嘅數，好多消費者見到 L3 獲批就覺得買車可以少啲操心，但真正要計嘅數係第一，你嘅車喺咩場景下可以用 L3？而家獲批嘅只有長安深藍 SL3 同極狐 Alpha S6， 而且只限北京、重慶嘅特定路段。第二，系統叫你接管之後，你有幾多反應時間？呢個數字而家冇統一標準。第三，出事之後行車數據點樣判定責任？法規層面仲係空白。呢3個問題冇一個有標準答案。關於 L3 自動駕駛，你有冇發現身邊已經有人放心大膽咁用緊自駕？佢知唔知出事之後算邊個嘅？留言講下啦，多謝大家。